咁多位觀眾大家好啊！今朝咧，黃澤林就喺墨西哥啱啱贏咗佢喺 Cancun Challenger 嘅第一場比賽。佢嘅對手咧就係曾經贏過 Hong Kong Open 嘅 Muller。首先講下墨西哥呢個 Challenger 咧，雖然咧佢只係一個125分嘅賽事啊，但係呢個挑戰賽陣容都好強喎。呢個挑戰賽咧係有11位 Top 100嘅球員啊，係屬於少有嘅星光陣容，當中最為大家熟悉應該就會係話 Wawrinka 同埋 Hurkacz 咧係攞咗一個 wild card 入嚟嘅，咁相信都係因為呢個 Challenger 係喺 Cincinnati 同埋 US Open 之間呢。咁當如果一個球員喺 Cincinnati 好早就輸咗，佢又想揾個機會攞啲分熱下身，咁就可以參加呢個 Challenger 啦。Coleman 呢喺呢個 Challenger 係6號種子，佢暫時咧世界排名係93，佢嘅最高排名就係92。咁講下 Coleman 同埋 Muller 嘅 head to head 咧，佢哋喺 ATP 嘅 level 咧以前係冇交過手嘅，今日係第一次啦。咁佢哋對上一次交手咧就係喺2017年嘅香港嘅 Futures 比賽喎。當時 Coleman 仲係小朋友，咁2017年嘅時候咧 Muller 就係贏咗 Coleman 嘅，當時嘅比數就係6-2、6-3。Muller 贏咗，咁喺9年後嘅今日呢 Coleman 就直落兩盤6-2、6-2贏咗今日嘅賽事啦。咁當然 Coleman 最近嘅狀態都好好啦，上個月就都係墨西哥嘅 Los Cabos 打入咗 semi-final， 當時呢，佢就贏咗 Lehecka 同埋 Busby， 之後呢，喺 Cincinnati 呢都順利由外圍賽殺入咗正賽，但係呢，都想講下點解贏咗 Hong Kong Open 嘅 Muller佢最近會排名跌咗咁多呢？ Muller 自從贏咗 Hong Kong Open 之後呢，佢嘅世界排名一度係升咗去38咁高啊！咁但係去到2026年開始呢，慢慢係見到 Muller 咧嘅小腿係會有痛。最印象深刻就係2026年5月喺法網呢 Muller 對住 Tsitsipas 嘅時候呢，就係因為佢嘅右小腿痛，所以被逼要退賽。佢之後呢，受記者訪問呢，佢係直言啊，話佢呢個小腿痛係令到佢爭啲行唔到路咁滯。一個法國球員喺佢自己嘅 home tournament， 仲要係一個 Grand Slam 被逼退賽呢，係真係好痛苦嘅一件事啊。咁呢，成個暑假佢都係休息咗啦，最近佢就出翻嚟。咁 Muller 依家嘅排名呢，就係136。我喺呢度呢，都希望佢可以快啲揾翻佢嘅節奏啦，因為我都記得當日咧喺香港睇佢打嗰場 final， 其實都唔止 final， 我有睇佢打好幾場比賽喺香港嘅時候，我都覺得佢係打得好好。好，然之後想同大家講下黃澤林下一場比賽嘅對手啊，下一場對手呢，就係嚟自墨西哥嘅馬加丹，咁佢都係攞咗外卡入嚟呢個比賽嘅，現時嘅排名呢係560左右。咁呢位馬加丹呢，就係攞咗外卡去打呢個 qualifiers， 然後入到正賽。咁今朝呢，就贏咗，都係嚟自墨西哥嘅同鄉選手。我見佢哋呢，就喺呢個炎熱嘅天氣都激戰咗3盤啊，總共就打咗2個小時39分鐘。我自己覺得呢，下一場應該黃澤林都係好有機會可以贏㗎，因為黃澤林對於大賽經驗比較豐富啦，同埋佢都係最擅長喺硬地嗰度比賽，加上近期嘅狀態呢，非常之好啊，希望 Coleman 可以喺呢個 Challenger 都有好嘅成績啊。題外話，唔知大家平時喺邊度睇 Challenger 嘅比賽，又或者大家會唔會睇 Challenger 嘅比賽呢？如果好似墨西哥同埋美國呢啲時間呢，正常我就瞓緊覺，所以呢，有時我想 check 翻嗰個比賽係點呢，我就會上翻 ATP 嘅官網，其實佢有一個叫做 Challenger TV 嘅位嘅。咁呢 Challenger TV 除咗有 live， 佢都有一個 replay 嘅功能。所以我平時就會喺嗰度睇咯，仲要都畫質好高清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翻 replay 嘅話，不妨可以上去 Challenger TV 嗰度睇一睇。最後咧都想同自己做個宣傳，我平時咧係有畫畫嘅，亦都有出一啲商品係關於網球。如果有興趣想買網球鎖匙扣，我會喺留言嗰度 post 我個 store 嘅 link 出嚟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喺嗰度睇下。好，咁今一集就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條片。如果你中意嘅話，希望你可以幫呢條片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都中意網球嘅朋友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